由市府教育局學生輔導諮詢中心引導的這套中輟生的返校奇遇記，主要以着桌遊形態為媒材，透過多元創意的互動方式，借此來放鬆囡仔的心房，打開專業的輔導關係，更是全國頭一套專門為中輟生輔導需求設計的專業評估的工具。我們都知道，現在中輟生的議題很多，那比例上也有越來越高的趨勢。主要是因為他們可能有網絡成癮的問題，導致他們拒學啊，繭居在家。所以我們希望可以了解到底孩子有什麼樣的一個情境，或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或事件，導致他不肯走進校門。所以我們有研發出來這一個是有不同的情境，有在學校的，有在家庭的，那也有在社區的，例如我們有一些犯罪的一個情境等等之類的。那再來還有一些重要他人，就是孩子他可能遇到哪些人，這個人可能影響他不想來學校的情境。所以這一些我們透過讓孩子自己去選擇他們認為最大關卡以及什麼樣的人，那我們專輔人員就很考驗他們的這樣專業能力，他們要化身成孩子指定的角色去扮演他，然後跟孩子對話，透過對話之中慢慢去開導跟引導孩子，讓他從一個就是原本封閉的心理，然後慢慢的敞開心房，願意跟您講話，講出內心深處的話。那透過這個方式呢，我們就可以先建立關係，因為我們都知道個別的晤談跟諮商是需要時間的，不是一下子孩子就願意跟你講所有他心裡的話。所以我們透過桌遊一方面在遊戲裡面建立關係，那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對話的方式去掌握他們內心目前的心理狀態。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輔導策略跟處遇方式，讓孩子可以真正的走出來？市府教育局表示，針對來自逆境的家庭囡仔，每一位都有被深刻理解的願望。透過有效的輔導策略，加着情境的掌握，會用讓學生更加適應校園的生活。因此，輔導諮詢中心融入生態系統，加着創傷知情等理論的模式，透過遊戲的過程，了解學生內在的需求，進一步協助因會用面對生命中的難題。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